係3準備。黃旗居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埋邊位置有智勇名區，中間係華美智慧啊。咁啊最出嗰只啦，63橙帽呢就型好威風騎埋上去啊。埋邊第4位悠悠乾坤，中間第5位粉紅衫開心百合啊，出邊第6位呢仲有冠寶區啊。內欄啦，紅黑直間3啊，碧海藍天大約跟住個第7嘅，響隔離啊藍白環間3，大約尾5到就香港神區啊。後邊4匹馬極速滿貫，綠色好勁啊，爆熱響尾二啊，暫時殿後係川河首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呢個對面直路頭咯，前面智勇名區就放咗出嚟跑嘅，跟住響第2位啊，就係嗰隻型好威風啊，華美智慧內欄第3冠寶區第4悠悠乾坤第5第6開心百合啊，內欄紅黑直間3第7位仲有碧海藍天啊，後邊5匹馬香港神區綠色好勁啊，尾3粉紅帽內欄係極速滿貫啊，大熱門嘅爆熱呢，暫時響個尾子嘅位置啊，包咗落尾嘅話仍然係川河首區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過埋600啦，咁啊前面放嘅馬都仲係呢隻智勇名區㗎，跟住第2位就型好威風啦，咁啊扯得快呢，後邊啲馬位置變動上面唔大喎，華美智慧響第3位，冠寶區第4，悠悠乾坤第5啊，香港神區外邊呢，一路騎住上去啦，移咗出嚟中檔呢，咁啊仲有碧海藍天啦，後呢個馬匹極速滿貫啊，綠色好勁啊，掟大外檔係爆熱嚟㗎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智勇名區仲係佔先1個身位㗎，咁中間位置型好威風啊，外邊香港神區亦都喳喳聲上緊嚟，埋邊位置仲有華美智慧，最後100米到智勇名區埋邊佔先嘅，香港神區越逼越近，中間仲有型好威風啊，靠大步靠大隻擺咗喺前面，智勇名區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都係區啊，香港神區啊，第3名就型好威風，第4名嘅馬呢，綠色好勁同埋碧海藍天，入邊華美智慧都相當接近啊。今場賽事贏開嘅再贏啦，噸位又夠大隻，好大隻啊呢組馬，智勇名區一放到底啊，香港神區咁啊轉彎已經開始比上嚟，衝翻嘅第2，型好威風都快跟住個第2位，結果跑第3，第4名要影㗎，外邊數入去，綠色好勁，中間紅黑直間3，碧海藍天，埋邊位置係華美智慧。智勇名區希威森一復出，先嚟個下馬威，一放到尾連接成功啦。咁啊跑第2名呢，就香港神區艾杜拿啦，跑第3名型好威風金城江，跑第4